真的很高。后学呢，没有办法去用自己的这样的目前学习的阶段，去把八仙对60弥大这个签的这个意境解释到正确，或者是有错误不足的地方呢，恳请我们现场的所有讲师还有请先给后学呢多多包涵，多多指正。那签呢，首先大家时常听到，在易经里面有一个卦是最好的上上卦，大家知道是什么卦吗？牵卦。优秀，来给自己掌声一下。是牵卦。那牵呢，在曹王阳明里面的语录里面，他就说：牵着，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牵着三自己，好另外呢，在宋朝上优的梅花易数里面，刚刚大家看的牵卦，还有说我们一起念牵为就是上对牵真利用谦虚忘气得吉利平安步步高升谦虚全不干家务地方谦受反招死在我们主生的里面呢，都时常在提醒我们谦受益反招死。那科学非常的清楚，早上呢，我们到大王源师傅，他早上呢，突然灵感动，然后到我们有他的重点先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段念一下，牵着。人生无所不能，亦柔亦刚，亦柔亦嫩，亦静亦相，亦聪亦义，不偏大小义，不为大小传，各得其所，不曰得。各位先贤，我们想想看，签是不是很好用？是哦。那待会呢，这个签大家就会先用到后学身上。为什么会用到后学身上呢？因为签有柔，对不对？那可以柔，可以刚，然后它可以包容，可以收藏，可以容纳，它可以静下来，可以微笑，它也可以祝福很多，它也可以家里头它，这些都叫做签。但是签前面呢，不是这种，后面还有一个字，德字呢，在大德经里面87章前37章可以找到，一般的中型的是这样，前37章可以找到，后面44章在介绍德，所以所谓的道德经加起来，在这里面后续大家去看它的德字，多还是少？一本经里面这个德不断的解释多还是少？多为什么德呢？因为没有这个德，我们没有办法显示出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世间的这一个万神习出来，所以我们待会就会绕在今天我们签的这个本体的宗旨上来跟大家做介绍。那我们一起今天来把本文大家一起念一次：大国者，下天下并常以敬胜，以敬为相，故大国以下小国，而取小国以下大国，而取大国或以下一切，或下而取大国。
不过一天既然小国不过一人，一入四人，无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好，这是我们的本文。那后学的可以体悟到的，大概就是谦德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修为，从内到外，我们如何去经营的这一个关系之道。那大小呢，都是为各位先天的条件所具足，所以以国而论，有大国，有小国。那只要